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风台要来啊，大家一定爱有戒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戒备的戒，读过爱戒第3条。台语字典解说这个戒有禁止的意思，咱讲是禁戒。另外戒掉一个惯势，咱讲是戒除，像讲戒烟，古早有人讲是戒烟；另外戒酒，古早嘛有人讲是戒酒。禁令，咱讲是戒令；若是警戒歹行为，咱讲是戒恶；若是警戒色情的代志，就是戒色；还佫有谴责或者是剔责，咱讲是戒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戒心，意思就是警戒心；戒心嘛有用心的意思。第2个词读做警戒，意思就是戒备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出国游览去青群的所在，都要有戒心，随时警戒，万不利无张无弛，若发生什么状况，才袂反应袂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戒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